6月，黄梅季节的上海，空气潮湿而闷热，而这一切都抵不过天柴一夫舞台内外观众的热情。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聚拢在这里，共同等待着一场梦幻般演出的开场。对于稍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，一定不会对谢晋导演的《舞台姐妹》感到陌生。这部反映上世纪30-40年代女子越剧从小山村走向大城市的电影，曾以她柔美的风格、真挚的感情而赢得无数观众的好评。谢晋啊，整个5年出国访问回来，在大舞台见到我，我那时不认识他，他跟我来认识，他是袁秀云同志，他说越剧可以写个故事片，我有什么故事片好写的呢？他说你想想看，一个草台班就上国际舞台了，这个变化还不能写啊？哎呀，我是没东西好写的，讲过就算了。一直到62年吧，他们的那党委书记啊，丁毅啊，厂长许文昭专门来拜访。其实他说我们国内有好多电影到东南亚进不去，因为太硬了，希望能够带有些民族思想的那样的电影。他在舞台姐妹呢，那根据谢晋跟许晋写的本子啊，他完全可以进去的，你无论如何支持。时隔半个多世纪，影片主演之一，剧中邢月红的扮演者曹银娣，依旧对当年如何被谢晋一眼相中、委以重任的过程记忆犹新。谢导胆子蛮大的，他请我了以后，就接到我回上海，马上我们上火车到那个绍兴嵊县去那个体验生活去了，下生活去了，也没让我试妆，也没让我试镜头，就这样就回来下生活回来就马上就拍了。舞台姐妹令年轻的曹银娣一夜成名，而和大导演大明星的合作更令她受益匪浅。那拍了这个戏以后呢，对我的表演更提高了一步，因为在电影摄像机前面，你这个表演一定要眼睛里边有戏，眼睛里边有戏，首先要你心里边有戏，心里边有感情，才能在眼睛上体现你这个感情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对我后来的舞台演出，那就更加提高了一步，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。岁月荏苒，却丝毫不曾减退曹银娣对于这段情的眷恋。再次登上舞台，当年的邢月红摇身一变，成了知性的冯教授。戏虽不多，却依旧出彩。今年的4月份，通知我到院里参加一个会议，当时我不知道参加会议是什么内容。后来在会议上呢，院长宣布了要排练一个这个舞台姐妹情的9代同堂的这么一个戏，来结束那个越剧改革70周年的那么一个活动的作为压轴大戏吧。当时我很兴奋，我其他什么杂念都没有，我就觉得一点，作为一个越剧人，能在纪念越剧70周年的压轴大戏里边参加一份工作，我立刻表态的。那时候哪怕是台上的台下的后台的工作，
我都积极参加，我一定好好完成。我觉得能够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里边参加一个工作，我觉得又光荣，也很荣幸。勇啊！你不给一早草生路啊路，为了纷纷灭了毒，太无权贵莫虚荣，无待于观众前破鼓。一台舞台姐妹情，不到3小时的演出，汇集了粤剧老中青9代演员，加上前来祝贺演出的京剧、昆剧、沪剧、淮剧、评弹、滑稽名家，年龄总和超过2000岁。振华，阿孙伯伯，振华，你这副样子，伯伯看了心痛啊！阿孙伯伯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振华，举办这样一次盛大的演出，初衷又是什么呢？舞台姐妹这个故事情节，实际上和中国粤剧就是70年的发展，在某个阶段他们是重叠的。选择这样一个粤剧史上确实发生过的，然后经过艺术加工的这样一段历史，我觉得可能拿来今天做70周年庆典的这样一个剧目的主题，可能会很有意义。阿拉回过头来再来看搿过程，我觉着好像有必要阿拉通过搿能样子一种合作，搿能样子一种亮相，我觉着来显示阿拉粤剧辣上海搿座城市当中的地位，辣全国文化当中一种影响。形成了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想法以后，我们就在考虑它的一个具体的操作，比如说这个演员的组成，我们就想到了粤剧界的9代同堂，因为这又是粤剧极具魅力，或者说和兄弟剧种相比极具优势的一个特点。想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演出加上有好多京昆那个沪淮，还有那个评弹，有那么多来加盟我们一起演出，这个也对我们是一种很大的鼓舞。总导演汪浩曾经在导演感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：起初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，将梦化作现实的过程是充满挑战的，而这中间最关键的力量是真诚。我呢确实是非常诚心诚意，连的其他兄弟行当就像个演员都请过来，作为我们粤剧演员来讲是更加义不容辞。那我来讲呢是实在是力不从心。本来呢我来讲，因为当我们去主动请他们来帮忙的，而现在他们呢好像加热心的来人非草木所能无情听了伊拉加诚心，对粤剧加关心，特别是对我们老演员一家一家跑得去做工作，而且做得相当细。他说要给我剧本，我说不行，我今天要到香港，就飞机票都买好了。他说你什么时候？我说我这个下午要走。他居然就赶到这个浦东机场，在机场我一边这不在候机，一边他就给我说这个人物是怎么个事，人物怎么回事。所以我呢这真的觉得我很被他们这种精神所感动。这一次呢，有关的领导要发起要做搿桩事体9代同堂，特别是电视台有关领导非常重视，来动员我
希望我能够辣辣迭个九代同堂里向出场，真拨我个压力蛮重。想想介许多老大姐侪来参加，我勿来嘛，勿好意思。葛么作为个越剧老演员，葛么我应该也要尽一点责任。葛么我就乐于接受，接受下来以后啊，真个害得我失眠了好几天啊。不错，不错，这个是西山神言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不细听你看那这江南水乡，怀却在，这女子闻西风光来呀，铃哦铃铃哦，风光来一道回呀。对于老艺术家来说，虽然一开始曾有过这样那样的顾虑，但最终促使他们走上舞台再续姐妹情的，是那份对粤剧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。阴山要思女儿，我们有许多老先辈，开始我们是我们许多男班，我们的先辈3次冲上海，一次一次失败，但是还是坚决要把粤剧呢在上海能够站住脚，能够使粤剧呢发扬光大，所以他们呢非常艰辛。那么这次呢，作为我们老的呢，那么总要出场吧，出场或者讲几句话，能唱嘛唱一唱。好像回忆起来像一场梦啊，因为和徐王老师搭档了，阿拉就40年了，退休都廿几年了，今朝再围拢辣辣一道，真的是感慨万千，真是觉得光阴似箭呀。过去辣辣舞台上搿句闲话一直光阴似箭，光阴似箭，只不过从理论上理解伊，还没真正的体会。现在好像觉着搿日脚过得快，真的光阴似箭，眼睛一眨，大家侪变老态了。基本上有30几年没演出过，因为搿次突然要上台呢，也蛮紧张的。大家老姐妹到底侪碰碰头，所以阿拉搿两次大好戏没回去，总归通通电话特别是阿拉原来区级集团的一些老演员，毕春芳殷小芳葛末我排好戏呢，总归回去和伊拉交流。那个毕春芳嘛打电话拨我，在辣电话里向唱拨我听，我唱了好伐？葛末我嘛也电话里向唱拨伊听。殷小芳也是搿能讲拨伊听，我哪能伊哪能，大家私底下还是一直辣辣交流。想当初天上台，掌声是来，因此上风里是皇儿之位，如今你在台上只愿王腔举办，私底下又是无尽当差。水花呀，10年风势轮流转。
又请来了2位年轻的角儿，年纪比侬轻，卖相比侬好。搿有啥稀奇啦？喏，chị娘嘛，总归是捧侬的呀。哦，三花啊，三花，侬要是再一次上台呀，说不定场子里坐得来啪啪噗噗。搿闲话再讲回来，侬再上台个闲话，如果人家侪勿来看侬，搿台下头只有我一家头。哦，侬放心，chị娘照样拍手叫好。我万把火来送上台。三花，哎呀，我又讲错脱了。万年台依然在，姐妹花情不改。台上，烛春花与邢月红这对舞台姐妹历经坎坷，终于走到了一起。而台下的姐妹情深同样令人感慨。我觉得我对舞台姐妹这个戏，感情非常的深。从我从小第一次看电影，然后到我们剧院第一次拍那个舞台姐妹这个戏呢，是我们在10几年前，现在算来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，是上海越剧院新创拍的一个戏，以越剧人演越剧故事。对我来说呢，我因为是头一次演女性的角色，而且又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角色，然后又是男女性别都同时要出现在舞台上的这么一个人物，所以对我来说呢，是当初的压力也非常的大。但是通过这个戏的排练呢，我认为在这个表演上增加了一些自信。原来就是没有想到我还能演这样的一个角色。比如说我跟钱惠类的那个其实戏中跟戏外的情景基本上一样，我们也是从那个等于说是桐庐啊、他从诸暨啊，一直到大上海来发展。然后这一路基本上是我们所向往的，我们所期盼的，都是随着这个脚步在大上海也逐渐的完成了我们当初的一个梦想。时隔10多年，再次出演舞台姐妹情的钱惠丽与单养平，对于人物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。这几年来，有很多观众也非常的期盼这个戏《舞台姐妹》能够重演。这次呢，《舞台姐妹情》又给了大家的一些热情。我重新又来塑造一下这个邢月红这个人物。虽然戏跟以前相比减掉了很多的篇幅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戏是有3个演员来同时担任，可是呢，对我来说可能难度比全剧还更大。因为一上来就是一个耳光，拳打脚踢，然后又是吃安眠药，又是自杀。其实虽然我演的篇幅没有演全剧的时候大，可是我花出的精力也不少，从一开始就要投入。八字何日是基本上我的唱词基本上都改，就跟原先没有几乎几句相同的，全是重创的。我第一次排戏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
这个人物是不是太革命化了？我是太那个了。然后通过导演跟我强调，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还是需要一种正能量的，就是说不仅仅是姐妹情这条线，就是我们对整个，特别是我们演艺人员，就像我们戏中的那个认认真真唱戏、清清白白做人，需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真的也需要这种正能量，所以他的形象、他的那个表演里面都加强了一种硬度。舞台上，层层层层把戏唱，舞台下清清白白不过忙，总算是众星满天送凤送春花，上下就送，家不见你在阳光。相比于钱惠丽与单养平，对于更多此次新加盟剧组的姐妹们来说，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欢聚的喜悦和团聚的温馨。我跟我们团里的吴素英是演出那个春这一个组合当中，首先我觉得我能够参加这次活动是蛮荣幸的。你说这么多演员，我们现在跟我差不多中生代的演员，全国各地有很多粤剧演员，但是挑中了我跟阿花两个人，是我们两个人的荣幸。那么就是有一点压力。我是应该说第一次在舞台上，真的就说颠覆以前在观众心目当中古代出生的这样一个形象。刚开始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曾经想打退堂鼓，因为毕竟从行当来说，他有一个转行，从形象来说，自己也有对角色一个接受的过程。就像刚开始在化妆造型的时候，我自己没法接受，我就怎么看就是一个男人，我就觉得手脚没地方放。在我这个演艺生涯当中，我其实从来没有演过，就是说舞台上的女性的这么一个角色，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，对我来说挑战挺大的，就是自己也有点害怕，怕演不好，等一下怕一演就是在舞台上人家看出还是有小生的那种味道。能够借这么一个盛事能够加入到剧组，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向老艺术家们学习的机会，也是跟姐妹们一起重温粤剧改革70周年一个历程，9代同堂。我想没有一个剧种可以像我们粤剧一样有9代同堂，因为我们老艺术家们的身体都非常的棒，也希望他们能够非常健康、非常长寿的一直的健康下去。叫我们新家名不讲，是个戏字。戏字在人家的眼睛里，本来就是小酒里的小家伙。一身戏字情长去，是亲是奸是错是非是梦无边，是种情这是一段追寻梦想的历程，这也是一段有关真情的讲述。这个梦，这份情，在这些个日日夜夜，不仅仅属于台上的粤剧姐妹，
也属于更多的人。夜春花一点红，今日满园小春风。姐妹并肩开新路，历经沧桑情意浓。某人为谁心潮涌？风雨8年看茶酒。终须交换梦之狂，细看那月影泛里四海飘送，一代更比一代。70年，就好比人的一生，从呱呱坠地到步入老年。时隔数十年，重返舞台，当年的俊男靓女已是两鬓染霜。然而，他们对于艺术的执着却始终没有变。唱我演个角色呢，是服侍形容的。绍兴来的老妈妈，交关善良，戏呢是不多的。搿史丹尼斯拉夫斯基讲的嘛，只有小演员没小角色，所以呢，我还是要认认真真，拿这个角色演好。在这个戏里，我扮演一个新闻记者华正明。但是开始接到剧本呢，一看呢，这个本子的戏比较少，就是6句唱腔，所以呢，回去呢看了剧本以后呢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吧，把这个人物跟山水画的关系、记者的关系理了一理，还增加了一些念白对白。跟我排戏时候，特别孟林老师，他这个在发烧那天，我牵他的手，他手心都是热的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在坚持。一边一边的跟我们走台排练。前腔嘛，正好哪能有点感冒，那么我这个喉咙呢一咳嗽，马上就失声了，声音也没了。葛么搿搭导演嘛也蛮照顾我的，等我讲那个情况，伊讲侬发搿个嘛，吃勿消嘛就勿要来。但是我心里人辣屋里心辣辣搿搭，勿参加排练。我心中无底的呀。我有的时候天亮醒得比较早，有的时候突然醒了，2点半、3点半都会醒，因为不是因为紧张，是因为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我要看一些过去的我们的录像，进行一些回忆。那么看的时候的确蛮感动的。医院里呢，刚刚10号跟你出来，医生呢根本不拨我出来。我蹲辣里向发神经病个呢，护工也好，医生也好，护士也好，看见我辣发神经病。哎哟，殷老师，因为我讲，哎哟，我现在记忆勿好，当我
闹讲或者这个优越症，这个失忆症了是。伊拉个，因为我一家头只房间嘛，伊拉张发口，闹我讲一本几本，我讲背勿出啦。哦，伊讲哎呀，想侬哪能突然之间一家头一直叽叽咕咕了你。风萧萧，有时不言，命长空。东去此夜去，此道几去，路难寻，需要不为艰难独自容。房里们相迎莫改不忘本，但愿等你们姐妹相伴，迎春风。史诗越剧《舞台姐妹情》堪称一场越剧界的盛事，而令人欣喜的是，这并非一场越剧圈的自娱自乐，参与到其中的还有更多越剧的兄弟姐妹们。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越剧的女婿孙正阳。大家都知道我的夫人小月英，我们结了婚了，所以就称为是越剧的女婿，所以我这回必须应该参加的。伊也蛮欢喜，所以搿2天天天辣屋里向练绍兴闲话，因为伊讲关京片子了，这个绍兴闲话要练一练。我因为参加越剧演出，我觉得还是应该适合这个用越剧的语言来这个表达啊，比较好。那么好多地方我就是就干脆就用这个越剧的语言了。就是有些绍兴话，什么哪个头啊，什么的。那么后来我就问小英，跟他学的这个绍兴语言，所以我基本上这个角色都是用这个绍兴话来在表演的。我跟孙正阳老师、肖云老师住在一个院子里，他们从第一次拿到这个本子，第2天就把这个台词啊，叫什么都背熟了，而且一直要在跟你，哎呀，我觉得我这个地方我是怎么的，一直会跟你琢磨这个角色。太惊讶，我都还没有看本子了，他们把本子唱腔全都那个弄熟了。唱得好，这对姐妹花唱得真好啊！一对鲜花是刚刚开，看得我把眼是闭红哎，美丽的鲜花人哎呀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，不采白不采，采了还要采。和孙正阳的加盟一样，许多外剧种名家的加盟，或多或少都和越剧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情缘。我在这个戏里头呢，担任了一个昆曲老师的一个角色啊。实际上，他的原型呢是传字辈老师的郑传健老师，那么他在那个时代啊，他是经常到越剧团呢去进行教身段呐、辅导越剧的一些演员们，所以这次我能够来演他的那个形象呢，我觉得很荣幸的。我觉得这是一次盛会，既然是盛会的话，我能有幸，那就是我的运气。
所以我是第一，我非常的高兴啊。第二，我也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。越剧是浙江的地方戏，而阿拉无极呢是上海的地方戏，所以应该讲是姊妹剧种。那么伊拉有搿能样子只活动，邀请到我一道来参与。葛么我想力所能及的迭个能力还是有，所以呢一道来大家参与迭个一个盛事吧。通过这样的活动呢，我非常有幸跟各位老前辈，越剧界的9代老先生、老前辈都在一起，向他们能够取经，向他们学习，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，我非常珍惜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也非常的忐忑，哪能呢？要台上要唱，我心目当中认为要正宗的，但是确实自家水平有限，正宗不正宗我不晓得，反正我态度老正宗的啦。搿趟辣辣舞台姐妹情里向呢，我做一个财政局局长。本来呢，我勿是做财政局局长，本来是做财政局局长的太太。其实我做女人啦。后头我想想，应当做女人嘛，也勿好，侬们自家做了蛮分不清爽，也蛮尴尬。那么经过导演做安排呢，讲阿拉搿趟呢，是不是变形象？伊讲侬做一个这个财政局的局长。他要是能唱382句，我身边的杨莲生一句。他要是能唱382句，我再加你2条大王鱼。他要是能唱382句，从今后侬每天吃饭，我来。是绑上侬扎头头举，但是我气派的咬字啊，这些东西我觉得又是困难了。去了以后，他们说我们帮你安排了一段非常漂亮的舞蹈。这个中间好像也有一种血缘，都是我们尹派的一个血缘关系。这是一个关于梦的宣言，这也是一场关于情的叙述。这份情有台上的众所周知的，也有台下的默默无闻的。这次我在剧中呢，还是担任原来的那个角色，但是呢，现在院里呢，另外又派了我一份工作，就是担任的汪总导的一个副导演的工作。那么其实呢，也只不过就是把过去我们在舞台上所演的一些东西，看看到今天有的地方还能用吗？但是我总的感觉这一次活动，我觉得我必须要参加，毕竟是粤剧改革70周年，是一个落幕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活动。这次我们尹派有3位参加，我们的尹小芳老师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也特地赶来，在戏里面呢演我的一个师兄，因为我演的是邢素梅，是一个男旦，曾经的男旦。那么小芳老师演的是我的一个师兄，君安演的呢恰恰是我的女儿。那我觉得这个中间好像也有一种血缘，都是我们尹派的一个血缘关系在这个中间。这次我在粤剧舞台姐妹情当中，我扮演的是粤剧皇后商水花。虽然也只有8句唱腔，但是何孝忠老师因为他患了病是好像是哮喘，所以呢他是很吃力的把几
句唱腔做完以后，给我录了个音。那么我拿到唱腔，我只能唱那个谱子啊，但是我气派的咬字啊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又是困难了，因为每个流派它都有它的一个特色风格，咬字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这个时候我赶紧去找我们上海那个金靖啊，一个电话打过去，结果他在美国，我赶紧再找人吧，所以我又找了杭州那个黄龙洞的一个唱气派的王航军，航军这次我真是也挺感动的。他呢特意去杭州找了一位老师，然后呢把唱腔录完以后，一边唱得很慢，让我咬字听得清楚一些，然后呢又配上那个节奏给我。和台上这段凝聚了不少人心血的演唱一样，在整个舞台姐妹情的演出中，除了台上的明星，许多发生在台下无名英雄身上的故事同样感人。排练当中呢，很难为搿些演员们，因为每个人侪辣各个团里向呢，伊拉侪是承担了老大的，就是讲工作任务的。譬如讲园长啦、团长，伊拉自家要演员侪要自家演出咯啥，所以伊拉能够就讲很难得到大家演员能够到位排练。葛末辣短短的排练当中啊里向演员勿到位呢，就讲导演自家顶。搿个汪导已经是好几段已经自家台词也背出来，能够从念到做到唱，已经自家侪背出来了。从那个我们排练到那个演员的安排，包括就是说各个部门的制作问题，包括就是说舞台上面的呈现和舞台后台的管理和安全，都是一个大的问题，因为牵扯到老艺术家他们的身体状况，包括他们的健康问题，还有呢就是说他们穿的那个服饰，他们的造型怎么来处理，怎么样来做，牵扯面是很大的。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对那个服装化妆的要求就是每个人全部要到位。因为这个戏我将面临那个众多的艺术名家，尤其是90多岁的老艺术家，我也是第一次为他们那个指挥，所以那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。我之前那个知道要接到这个戏以后，心里非常激动。我那个舞台姐妹的电影，包括那个之前98版的一个舞台剧，我前后至少看了有4、5遍。这次都听说这个舞台姐妹情有那么多老艺术家参加，然后大家都心就特别齐，从早上排到晚上10点多甚至11点，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。对搿只戏来讲，对我来讲呢，已经唱了，一个是王震老师作曲的，还有阿拉自家本团呢演出的，搿个所有的年年来唱，年年唱，搿两句嘛一直是我唱的啦，所以讲我也蛮有感情的。搿趟再次能够唱呢，我觉着特别为搿个介许多的老演员啊啥一道唱配唱，我是更加是老开心的。确实是，葛末因为搿趟作为我们小字辈啊，为
广大艺术家就是垫底。我们自己觉得很有压力的，但是就是说能够为这台演唱会，那个增添光彩，是我们的一份荣耀。9代同堂，明星云集，人们在台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曾经的辉煌，更有未来的希望。而对于很多参加此次演出的青年演员来说，更多的是一种荣耀，一种幸运。当时给我分配的角色是一个跟班，就是可以说是一流音的这么一个角色，而且这个角色呢，我平常是不是这个行当，他可以说是一个小丑的那么行当，但是我当时想了，角色都是次要的，戏少，哪怕上去一个字，哪怕站一站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。我觉得我们小字辈能够轮到的话，就是在里面哪怕客串一个小角色都是很荣幸的。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偷师的好机会哦。之前那个学戏啊，只能在那个 CD 啊、碟片上面看到老艺术家的表演。对。然后现在的话，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就是可以亲身经历，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新的作品，去完成它，而且我们也能从中学习到很多。对。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后在粤剧的舞台上，我们可以越走越好，我们会一直努力下去的。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粤剧院这个70周年的这个一个盛大的活动，我想我还是要参加的，所以是我主动要求的。一开始只有一句台词，我还以为是很简单的，我把这个某个演员拉上去，然后我打个招呼我就下去了。想不到排的时候，因为汪导他们还有他们导演组想了一个办法，我事先还不知道。去了以后，他们说我们帮你安排了一段非常漂亮的舞蹈。其实他们参照那个《骆驼祥子》里面稍加了修改，让我上去拉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舞蹈的体现。小姐，上错。小姐受温了。舞台姐妹情，说的也许不仅仅是一段姐妹情，还有一段关于兄弟的故事。对于参与其中的男演员而言，他们对于舞台的感情丝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女同行，而对于曾经走过的路，对于必须面对的未来，他们更多了一份感慨。几代人的努力，男女合演在上海的一个奖不但站住了脚，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欢迎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粤剧男女合演还是比较孤单的。我曾经演过一个《镜像红楼》，实际上也是想说明粤剧男演员的那种孤寂和无奈。我不甘心我们男女合演到我们这一代，我看着他就没有了。我认为还是有接班人的好苗子有，我们戏校也文武全才的。你有了人，你才有戏，才有这个一朵花。你没有好的演员，你没有，这就5、6个人、7、8个人，你搞不出好戏。男女合演完全它可以有非常广阔的天地，但是它需要土壤，需要平台，也需要有更多的人的关注和支持。这一晚星光璀璨，这一晚如梦如幻，这一晚是所有粤剧人与观众共同献给粤剧改革70周年的生日礼物。这场演出也是粤剧许给上海这座城市
最美的梦。当年春花一点红，今日满园小春风。姐妹并肩开新路，历经沧桑情意浓。蓦然为是心潮涌，风雨8年看茶中。终须交换梦之花，细看那月影泛里，四海飘送。一代更比一代大幕缓缓落下，如雷的掌声过后，舞台姐妹情留下的究竟是什么？70年可以说是光阴流水，但是我们能不能在此时此刻，再像70年前我们的前辈那样去创造一个艺术的原点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来做这样一场演出，我们的思考，或者说我们更重要的一个追求。8余年来，岳家人苦乐相伴，风雨同饮，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一路走来。今天我们可以说，我们终于走出了最初的那个梦想，我们一定会走进一个新的梦。不负阳光，不负阳光。这一晚，一幅舞台为越剧沸腾。也许，无论是台下欢呼的人群，还是台上流泪的演员，都并不肯定未来道路究竟在何方。但这一晚，他们如此真诚，如此团结地为了一段情、一个梦而前行。不负阳光，阳光亦不负那些不懈追求的人。